10年前的莫拉克洪台，伫屏东县累积的雨量高达2600多毫米，南边溪爆发规个放弃，南边甲加东做大水，这个水应该是超过1站楼瓦悬，附近的勇士渔业更加是损失900亿，样样要断了生路。10年过去了，都惊淹水的恶梦搁来发生，部分的业者改用海水养殖。而且，甲鱼粉的捕获创学较悬咧。屏东县政府嘛积极咧设这个养水种电的政策，鼓励民众莫搁饲鱼啊，换改来发展太阳能，专门来推动产业转型。老大人就摕着一块柴棒伫水内扑咧沉咧，袂有看救命，只无简单拿着救生裤啊，收50公尺，过去救着铁网啊，保掉一条老命。不过也有真侪人受困伫2楼，徛伫厝顶看救命。我物件让他借了，没有东西啊，没有水啊。对伫升起乡的面翕落去，受到莫拉克风台重伤的滨南地区，包括南边、加东、救援，全部拢做水灾啊。这黄色的土水，当讲引掉过川路，分袂清倒位是河，倒位是路。有惨过吧？可能100年来还没有过。这是屏东勇士业史上上大的灾难。南边加东周边总共500多公顷饲石斑的，有9成全部拢乌有报销去啊，损失是900亿。量大，10斤的哦，1、2千尾走了，搁2、3斤的啦，1000多尾走了。有目屎流，甲无目屎啊，慢慢怎讲啊？莫拉克台风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就是屏东的佳东跟林边，因为地势低洼，加上雨又来得快，所以至少淹了1层楼高，而且面积多达2000多公顷。10年过去，重回佳东跟林边，当地的产业、农民已经逐渐的转型跟升级。就1公斤多这样子的规格。将底裤穿脱的李经理伫鱼塭那边出来伫河，准备要出回石斑。回想10当前8月初8惊险的情况，那都真清楚。凌晨雨量就很大，然后外面的一排温风一排，水量就已经很高了。然后等到早上的时候，慢慢淹到我家1层楼。原来当年李经理是清大电机研究所硕士毕业，申请马顺理工学院继续深造，考试拄结束，倒来老厝庆祝88节。想袂到一场的天灾，让伊拄着人生上大的转变，伊决定要重建厝内产业。连租的，包括自己的有15公顷，15公顷的土地的鱼全部都流失了，大概损失了快2亿。我都放袂去淹水恶梦，每间若拄着风台大雨，伊甲附近的勇士业者拢是提心吊胆。这个是我们本来比较低的岸，然后这个是加高以后的岸，这样加高以后，整个高度至少2米。家己的鱼啊，家己救，李经理投资将近4000万，甲鱼粉啊加悬到2米，伊嘛呼吁其他业者唔通搁再抽地下水。这10年过去以后，我们复原当然是1年比1年好一点了，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复原的速度很慢，损失非常的多。这边的太阳能板是追阳的，它每天早上在东边。一片一片对日型的太阳能板，随着光源改变角度，效能比固定式的悬出1成以上。做供电产业40几档的陈贵公，伫莫拉克风灾了后回乡，加入用水种电的计划。莫拉克台风对屏东，尤其是林边、佳东、枋寮造成重大的灾害。我们在扬水种电一路走来，觉得虽然有点辛苦，但是已经看到成果。屏东太阳能充足，日照时间搁长，陈贵公估计未来20年内，1万多公顷的太阳能板产生7195万度电。扬水种电呢，一般人只有种电，但我们这的土地非常珍贵，虽然是不良土地的或者重大灾害的土地的，我们还是把它复合式的应用。太阳能板下面占地1万多公顷的温室菜园、转型种有机蔬菜以及花果类的芳果、香蕉等等行销专台。为了改善地站含漏问题以及农渔民的生活，屏东县政府2019年推出的用水种电的计划。这用水就是免搁再饲鱼啊，或者是无抽地下水，改用自来水。种电是伫这厝顶设太阳能板，发电了后，才搁再卖互台电。
太阳能的那个收入，1公顷来讲，1年500万来讲，但是假如说种菜，可能1年只有100多万。养水种电它的几个意义，就是它让这个所谓的不适宜耕种的那个土地，这样的一个地层下去的土地，能够有一个转型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让在地的地主、农民有一个新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当时被大水冲毁的林边溪堤防长度大概400公尺，现在重新施作以后呢，有加高大概1.5公尺左右。即马爆发风谷搁再加悬，比冲突的那边铁路桥，嘛有兴建高架铁路桥，将给落雨一定的淹水，南回铁路中断的无奈。台湾中南部13个县市，由于豪雨不止，造成前所未有的大灾害。每次若风台一定的淹水，会当讲正做台湾西南沿海说明。回顾到1959年8七水灾，统计2天内，中部地区落超过1000公里豪雨，造成农业园区严重的灾情，嘛予政府开始意识到防大水的重要性。8七水灾，当时因为我住在高屏溪右岸的早期的高雄县大寮乡，所以我们当时感受到这样的一个震撼。我父母亲把我们这个小孩子带往高处，往这个屋顶里面去逃难，一些水利工程设施在防洪的标准跟一些防洪的材料里面所以说不是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钢筋水泥。打造唔惊淹水环境，政府陆续订定12项建设领导项的计划。1982年启动大台北防洪计划，编列1114亿的治水预算。由北往南逐步建构台湾防洪的基础工程，但是8七水灾了后的50天，莫拉克风台引发半世纪以来上严重的水患，估计是宣告治水破功。87以后，我们温峰村里面摆了一个抽水站，效果很好，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说莫拉克风灾的雨量会那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政府在评估新的公共建设还是水利建设的时候，都要重新再评估。强降雨哪边溪崩化积水未退，拢是莫拉克水患的原因之一。但是自来水无普及，3年永续河大量抽出地下水，地势地层严重陷落。就算1983年水利署将屏东纳入地下水管制区，禁止乌新井，但是嘉东那边也是清查出超过2600口违法的水井。华视新闻进一步追踪发现，目前屏东地层陷落已经达到3.56公尺，比云林彰化县市更加严重。国境之南淹水危机持续难定。你把你的余温拿出来，你拿一半，政府拿一半。我把我手上的这一半变成人工湿地间滞洪池，再把滞洪池的土挖起来，把村落垫高，政府无息贷款给你，把你房子盖得漂漂亮亮，辅导你做观光休闲旅游。为了解决地层陷落问题，水利专家提出解决方法。屏东县政府开10亿兴建海水供水站，供应当地养殖渔业用水，而且开辟大潮洲真江湖作为地下水补助区。莫拉克了后，治水经费搁再投入超过150亿，以及增减治水预算271亿。未来是不是当有效防洪，面临考验。随着都市的扩张，随着我们地形地貌的改变，我们永远都会有挑战。你的都市要重新设计，你的农村要重新设计，然后老百姓就要有一个警觉意识，什么地方不能去，什么这个你的经济行为就必须要受到一定的约束。那这个靠民众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政府要从国土计划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件事情才会有解。海平面的传落，面临下一个莫拉克的侵袭，依然是危机重重。虽然地下水位的变化含落的状况已经较无严重，但是随着都市扩张、发展以及极端气候的挑战，更较侪工程拢无法度保证袂淹水。因此，专家建议对国土规划、都市计划进行，打造海绵城市，以水共存，才会当有效远离淹水恶化。